大家好，我係 Wingo。呢排我同隻 Artifact 嘅 Zeta Gundam搏鬥緊，雖然佢真係細到眼花，但嗰種極高密度嘅工業風細節，真係令我呢啲模型友欲罷不能。正當我慢慢享受緊呢一種微型挑戰嘅時候，Bandai 竟然又出新招啦！今次佢哋喺未出第7彈前，開咗一個新嘅子系列 Gundam Artifact Pro。一睇個名有 Pro 字，大家心裏面應該有個底，質素一定升級，但價錢都一定會跳級。究竟呢個 Pro 系列係咪值得我哋呢啲玩開 Artifact 嘅老友記入手呢？今日我就同大家用官方資料嚟一個深層次嘅對比分析。首先，我哋睇睇最實際嘅規格對比。第一係高度，普通 Artifact 大約係 5.5 cm， 但 Pro 系列一跳就跳到10 cm， 即係大咗差唔多1倍，存在感強好多，而比例同細節顯示亦都順眼晒。特別係呢一隻 Full Armor Gundam，普通版嘅營養不良感喺 Pro 版完全洗走晒。第二係物料，普通版係全塑膠，但 Pro 系列加入咗合金零件。官方講明喺關鍵關節、腹部、大腿呢啲位置都係金屬，加強咗手感同重量感。合金關節確係好吸引，應該玩落去嘅感覺穩陣好多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關鍵嘅可動性。大家玩普通 Artifact 都知，佢基本上只係 C 站嘅 Mono Pose， 得個企字。如果唔係，我而家都唔使搞埋啲大龍鳳，鋸晒件咁去嗰隻 Zeta Gundam 嘅 pose 啦。Pro 系列係高可動，仲要有複雜嘅多層關節，甚至有外夾同液壓管連動嘅堅力。仲有一點，佢係屬於半完成品。普通版係幾十件碎濕濕嘅零件砌到手震，Pro 系列就幫你處理咗一部分組裝，門檻低咗，但玩法多咗。我哋睇睇手法呢兩架機，呢隻係 Full Armor Gundam， 最犀利嘅係佢可以脫格，你可以將佢由全武裝模式還原成普通高達，一件模型兩種享受。而且啲液壓管係真係會連動，呢一種機械美學正正係 Artifact 系列嘅靈魂。再睇埋隻高機動型渣古爾黑色三連星配色，佢對腳嘅零件密度同埋合金關節，令佢可以擺到好多以前 Artifact 做唔到嘅動態 pose。不過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會留意個價錢。普通 Artifact 係食玩價，幾百 yen 有一隻，但係 Pro 系列就6-7千 yen 一隻。唔好忘記，佢係 P Bandai 限定。喺英國嘅老友，你就要諗下用咩方法同價錢搞佢返嚟啦。價錢分分鐘貴普通版10倍以上。咁究竟值唔值得追呢？我會咁睇，如果你係追求量同工業風裝飾嘅玩家，普通版 Artifact 依然係神作。500 yen 就有咁嘅細節密度，成排擺喺電腦台或者展示櫃，嗰種氣勢係無敵嘅。就算砌得辛苦啲，但嗰種微縮世界嘅成就感係Pro版取代唔到嘅。但如果你係玩唔掂普通版，但又好中意佢嘅設計，係追求質同可換性嘅玩家，Pro版都係一個好選擇。10 cm 高度，有合金手感，又可以擺 pose， 佢填補咗食玩同埋高級 figure 之間嘅空白。對於有啲消費力但又唔想砌太碎零件嘅人嚟講，Pro版係好有吸引力嘅。但大家要有心理準備，一旦踏入 Pro 嘅世界，你個櫃嘅空間同你嘅荷包都要有相應嘅覺悟啦。總結嚟講，Bandai 呢一鋪想將 Artifact 品牌提升去另一個層次。普通版主打挑戰細緻手工，Pro版就主打貴價換工藝。或者你會唔會考慮下出10幾倍價錢揾人代工一隻普通版呢？而我自己，我諗我會先搞掂多幾隻手頭嘅普通版先，有緣嘅先揾翻隻嚟體驗下。因為對我嚟講，模型嘅樂趣唔係在於貴唔貴、大唔大隻，而係在於慢慢鑽研、慢慢分析嘅過程。如果你哋會入手 Pro 系列，或者對呢個新系列有咩睇法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，我哋可以一齊研究下，究竟合金版嘅 Artifact 會係點樣嘅體驗。今日嘅速報就講到呢一度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分析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係 Wingo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